注意事項及免責聲明。此影片只作輔助用途，僅供已參與守護腦朋友運動班的內部會員觀看，請勿外傳。基於安全考慮，請選擇合適且安全的場地、座椅及器材，並確保有足夠的活動空間。所有運動都可能導致意外或受傷的風險，長者應先明白及理解此類風險的存在，並決定是否參與。長者選擇跟隨此影片進行運動，亦等同於同意且願意自行承擔相應的風險。在進行運動前，長者應評估自身的身體狀況，量力而為。如有身體不適，請先諮詢醫生或醫療專業人士的意見。今日咧，我要教大家以上深蹲。咁喺屋企咧，首先揾一張凳，係冇碌嘅，穩陣嘅，可以有一張有凳廳嘅凳。如果冇咧，將張凳移去牆壁嗰度做。咁以上深蹲咧，可以鍛鍊我哋四頭肌，即係前面大髀依組肌肉嘅。做嘅時候留意翻我兩個膝頭要同膊頭一樣闊，膝頭嘅方向同埋第二隻腳趾方向一致。做嘅時候，膝頭千祈唔好內旋，呢個動作係錯嘅。膝頭哥都唔可以過腳尖，呢個動作都係錯嘅。做嘅時候留意翻膝頭哥，永遠都係喺腳尖後面嘅。咁可以睇翻企位，膝頭哥同膊頭一樣闊，腳尖同埋張凳留翻一個拳頭位。做嘅時候咧，可以伸直隻手做平衡，或者兩個手擺喺膊頭度，手踭提起。咁第二樣嘢，做嘅時候初次做覺得信心唔大，可以望一望張凳先落去嘅。咁我哋做一次就係曲一曲膝，將個臀部揾張凳，可以望一望張凳，坐咗落去。你見到我嘅背脊係向前傾咗嘅，盡量唔好多過45度。上翻去，做多次曲一曲膝，臀部主動揾張凳。你留意翻膝頭係冇過腳尖，臀部坐咗喺張凳，背脊係向前傾嘅。上翻去，咁我俾翻個正面大家睇，兩隻腳同膊頭一樣闊，伸直隻手做平衡，曲膝。臀部主動揾張凳，上翻嚟。膝頭哥留意翻係冇內旋嘅，曲一曲膝，臀部主動揾張凳，上翻嚟。咁大家咧做嘅下數可以係做10下，休息1分鐘，再做10下，休息1分鐘，再做10下，休息1分鐘，累積計30下嘅。咁都可以睇自己能力加減呢一個下數嘅。咁記住，每組同組之間要有足夠嘅休息，肌肉先可以放鬆翻。咁樣做咧，先係最有效嘅。咁我今日教大家嘅以上深蹲係咁多啦。